以下嘅國際大公司需要幾多時間可以揾到100萬美金？哇！咁認真嘅突然間。認真到黐線，我有內涵噶嘛，我個人。第一個 Netflix。咁弱雞喎，你間公司。其實正確答案係1個鐘頭零37分。我啱啱諗住短啲嘅，但係我諗住應該有啲再勁啲啩。可能有，可能有。好，下一個 Google。 3秒。3秒啊，咁又冇咁勁，都要1分鐘。1分鐘8萬。我幾廿萬上落。沃爾瑪Walmart應該要2個鐘啩？要2個鐘啊？係啊。正確答案係48秒。入咗大陸啊嘛，你傻㗎？你睇小我哋內需嚟㗎。即係佢仲勁過 Google 喎。係啊，佢投放資源多。呢啲係可能係 retail 咯，跟住 Tesla 一日都賣到一架車啩？買一架車都咁弱雞。我諗都要2個鐘啩。2個鐘啊？係就係2嘅，不過係2分鐘。2分鐘。1分鐘零50秒。跟住 Meta， 俾咗 tips 你啊，下邊咁多嘢。3秒咯。 3秒啊？OK。9秒。哇！搞咁多嘢做咩啊？係啊。